东西坏掉要创意改造或者是修复啊。你看小型的抽水机那个，你看那个设备都还在，那个转片哦，那个筒子都还在，但是你把它锯开了，马达拿出来换轴心，那个轴心啊，这个接到那个打草机的轴心，那这个小转大，要用到螺帽，要用到焊接，不是这个不是很直的哈。这里还有困难，你看这个是原来水管接水管，水从这边出来，它的水会冲到这边，所以要用那个牛奶罐里面的铝箔，剪开中间挖个洞啊，把它包好啊，遮挡。这个你要先加牛油比较好，牛油就防高温啊，还有润滑。永红啊，新进入永红五金行就有卖那个牛油，牛油贵的也有几百块的，买的比较便宜，像细粒康啊，长塑胶罐啊，里面装了一大罐，你看一大瓶55块。高级机器就要用很高级的那个牛油啊，这个要拴紧哦。这剪刀坏掉，你看用那个舀子啊，舀牛奶粉的勺子啊，那个叫勺子。这边不容易固定哦，夹紧的就用橡皮筋把它固了。剪菜很好用，剪菜还很好用，要有辅助。剪菜还很好用。东西用久了坏掉，对吧？要有修复的技术。人要有养生的观念。